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武藝測量師呢個頻道。相信如果大家對聖經有認識嘅話，都會記得耶穌呼召門徒同埋門徒打魚嘅故事。我自己都幾中意呢幾段聖經嘅。恰巧太極拳嘅彭里濟案就同打魚嘅動作非常相似。嚟緊我會做一個示範。彭就係用手腕背部攻擊，好似放魚網出去咁。里就係將敵人嘅手腳拉過嚟，好似拉魚網返嚟。濟同彭一樣，加埋另一隻手擺喺手腕，按將敵人嘅攻勢按低，就好似收返漁網咁，再推出去。再嚟一個側面嘅示範，起色，好似發一發個漁網咁樣。左棚，做動作嘅時候，我哋自然呼吸。右棚，根據聖經，耶穌叫佢哋將網放喺右邊。里濟按有好多魚獲收返嚟，再推出去。耶穌刻意喺復活之後再重演呢個神蹟，震撼咗門徒嘅心靈。多謝大家收睇。